行政長官委任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擔任行政會議成員，接替當選立法會主席嘅曾鈺成。林之豪報導。行政長官曾蔭權宣布接納曾鈺成辭任行政會議成員，並且委任劉江華接任。劉江華話：佢會盡快融入新角色。我冇好奢望就話我成為行政會議成員就一定係可以改善到嗰種關係，想嗰種關係有時緊張，有時合作係好必然嘅。而家喺呢個架構底下，但係我由於係暫時啦，都仲係唯一一個即係兩會嘅議員，咁所以我自覺呢係有一個感覺係需要呢係加強呢方面嘅溝通。曾蔭權話：劉江華有豐富嘅議會同地區工作經驗，深信佢推動行政立法嘅溝通發揮積極作用。劉江華嘅名單喺9月嘅立法會選舉得到10萬票，成為票王。容許嘅話咧，我覺得係可以接受。佢嘅從政之路由地區開始，85年獲選沙田區議員，之後又做過區域市政局。91年代表民主黨前身港同盟參選立法局，但係落選。佢後來退黨成立公民力量。97年回歸，佢加入咗民建聯，透過直選進入立法會。05年出任民建聯副主席。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。